各位朋友，又嚟到如沐春風嘅時間啦。咁啊，今日再同大家見面嘅時候，已經隔咗好耐。咁就喺新一輪嘅節目裏邊呢，我哋加多咗個新字，即係每一個節目都有新。譬如有新嘅亞歷山大又如何啦？新嘅職場 ABC 學堂，新嘅家和萬事傾，同埋係新嘅傾國傾城。咁喺新嘅節目裏邊咧，我亦都加咗一個新嘅單元，叫做新嘅救天人之際。咁就去到一個年紀嘅時候咧，開始多啲想探索人嘅內在世界，同埋係宇宙人生同埋人神之間嘅相遇。咁呢一系列節目會逐個禮拜同大家見面，而且亦都有新嘅狀況，就係大家都終於見到我個樣啦。咁就希望能夠真真正正可以面對面同大家去溝通見面，同埋咧係去希望喺適當嘅時候有多啲互動。咁今日新一集咧，我哋嘅節目係新亞歷山大又如何？咁喺開始嘅時候都同大家講下，就呢個節目叫做亞歷山大又如何，表示現代人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大到不得了。咁但係加又如何嘅意思係話俾大家知，其實最新嘅研究係話俾我哋知，壓力有正面嘅，有負面嘅啦。咁如果一啲適當嘅壓力，原來佢可以幫我哋身體釋放好多韌性啦、能力啦、創意。咁所以其實當亞歷山大去到某一個位，如果我哋識得調適嘅時候，咁變成咗又如何，即係唔使咁驚佢啦。咁不過今日我哋第一集嘅題目咧都有啲沉重啊！我哋嘅題目係活着本身就係自殺嘅理由。咁點解同大家講呢個咁沉重嘅題目啊？係因為事實上面呢幾年，無論喺世界各地啦，咁我哋大概數嘅時候咧，大概係每18分鐘到，我哋就有一個人係自殺，可能個數字都唔準確啦已經。咁喺澳門一年嗰個自殺率都頗為高嘅吓。咁就其實兩三日，大家都睇到有啲新聞咧，係講緊無論係青少年啦、係成人啦、老人啦，都有好多呢種咁嘅狀況。咁今日同大家剖析一下，咁到底剖析嘅時候，我哋用一個乜嘢角度去切入呢？咁呢一系列嘅節目，通常我都會透過一啲電影，特別係而家可能喺戲院上面仲上緊嘅電影，同大家作為一個切入嘅。咁通常呢啲電影好有可能再有之前嘅一啲嘅前傳啊，或者係 N 咁多年之前都已經拍過相關嘅題材。比方譬如最近喺戲院裏邊仲上緊一出邱禮濤嘅電影，叫做我們不是什麼。咁其實呢一出戲，當大家要睇嘅時候咧，有機會睇翻佢嘅前一出戲叫做談判專家。咁呢一出戲係劉德華啦、劉青雲啦，同埋係吳鎮宇主演嘅。咁呢一出戲一即間都會有少少嘅介紹。咁透過呢啲電影係切入，話俾我哋知，我哋現代人嘅生活其實都幾吃力、幾辛苦、幾壓力大嘅。而呢啲壓力咧，原嚟係好似一把刀一樣咧。佢一路好似批生果咁樣，一路咁越批越入，越批越入，批下嘅時候咧，好多人會發覺，我哋最開始，我哋最外圍要嘅面子、尊嚴，可能喺工作環境上面，可能喺家庭生活上面，可能喺人際生活上面，都不斷咁被剝削，或者係被剝奪。咁到最後批下，剩翻個心，自己都開始問自己，咁我到底係乜嘢呢？所以邱禮濤呢一套電影係反映緊現代都市人，當佢哋喺家庭、喺人際、喺職場，以至到可能喺夜闌人靜去面對自己嘅時候，都開始發現自己好似乜嘢都唔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我哋最開始面對人哋嘅攻擊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嘗試話我唔係咁樣嘅，我唔係咁樣嘅。咁但係慢慢之後發現係啦，我唔係咁樣，咁我又係點樣咧？似乎越嚟越冇一個答案。當人終極去到冇一個答案，關於自己係邊個，我係乜嘢嘅時候，好有可能最終得到嘅答案就係，似乎我喺呢個世界上面都唔再有價值。
所以呢個名人嘅說話就係活着本身原來係累積緊好多好多嘅事件，累積咗好多嘅情緒，累積咗好多嘅壓力，到最後呢一大堆嘢，最後變成咗原來都係我構成我要自殺，我唔能夠喺呢個社會上面生存嘅一個好重要嘅理據吓。咁節目開始嘅時候，先同大家睇一睇N 咁多年前，其實都唔係2024度啦。咁邱禮濤一套電影係劉德華客串嘅，叫做《談判專家》。呢一套電影裏邊一開始嘅時候講有精神病嘅劉德華同埋佢太太，咁喺一開始嘅時候就走咗入去一個社會福利處嘅辦事中心，咁劉德華仲拎住一罐石油氣添。都幾嚇人，咁佢嘅目的係想當陣時當值嘅人員話俾佢知，到底佢個小朋友去咗邊度？因為原來兩公婆喺照顧小朋友上面係出現好大嘅問題，係佢哋自己本身係精神病，兩個都喺精神病院留院咗一段時間，出翻嚟啦。咁但係香港嘅社會福利處認為佢哋唔擔當到可以做一個稱職嘅父母，咁所以咧將小朋友帶走，甚至乎喺電影嘅橋段裏邊話俾大家知佢嘅小朋友已經離開咗香港。咁當劉德華都發現原來自己係做一個父親，佢太太做一個母親，個基本嘅職責同埋尊嚴都可以係被剝奪嘅時候，開始問自己咁。我留喺呢個世界上面仲有乜嘢嘅價值呢？咁於是咧到最後佢哋要所有嘅當值嘅人員離開，跟住就引爆咗呢個石油氣。咁2-3年前睇呢出戲嘅時候，呢一幕係幾震撼。咁點解呢出戲叫做談判專家？其實邱禮濤好想話俾大家知，喺生活上邊，如果我哋願意都同自己談判下。又或者係釋放咗個機會俾自己，俾人同你談判下，開放下自己嘅心靈，或者有一日，我哋一大堆積落嚟嘅壓力，未必會成為係剝奪我哋尊嚴嘅一種手段，反而可能係透過同自己對話啦，同人哋對話啦，彼此之間談判咧，揾到一條出路都唔出奇。咁而家我哋再落嚟睇一下。仲喺戲院上緊嘅邱禮濤嘅電影《我們不是什麼》，咁呢一套戲好反映緊現代我哋都市人嗰種生活嘅張力同埋壓力嘅。咁首先各位朋友，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家庭，咁講緊家庭嘅時候，我哋由細到大老師也好或者文學作品都好咧，都不約而同地話俾我哋知，家係一個溫暖嘅地方，家係一個成長嘅地方，家甚至乎係喺我哋遇咗風風浪浪嘅時候，翻轉頭嘅一個避風港。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心理學家係好揭示到好可怕嘅真相，原嚟家係我哋好多人嚟到呢個世界上面第一個碰到罪惡嘅一個溫床。大家都知道。近年我哋揭發咗好多家暴啦，甚至乎家暴已經立法啦，話俾大家知，你鬧細路仔鬧得好嚴重啊，又或者你打佢啊。過去我哋將呢啲視為係閂埋門打仔唔好理人哋咁多嘢，但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家暴嘅情況已經越嚟越嚴重，亦即係話家呢一個所謂嘅單位或者家。呢一樣我哋生活嘅一個空間，過去總係俾我哋好多好正面嘅睇法，咁但係事實上面，原來家與此同時都俾我哋幾多負面嘅傷害。咁喺呢一出戲《我們不是什麼》嘅時候，當中兩個主角，一個阿輝，一個係Eki，兩個男生，咁到最後佢哋走上同性戀嘅路上面。咁先講一個溫順嘅Eki呢個人，佢係一個好單純嘅細路仔，喺屋企裏邊有家姐有媽媽照顧，爸爸嘅諗法比較係傳統啲古板啲。咁去到中學嘅時候，Eki已經開始發現自己嘅性取向並唔係
我係個男仔，我中意女仔。相反，佢越嚟越覺得佢中意嘅係男仔。所以有一日，佢鼓起勇氣同爸爸媽媽講：我係一個同志。哇！爸爸嘅反應非常之激烈，咁啊用咗好多方法，軟硬兼施，希望都將佢由直變翻攣，話俾自己知，話俾全世界知。呢個只不過係青少年嘅時候一啲迷惘。原來我都係同一個普通嘅男生一樣，可以喜歡女仔，但係佢亦覺得越嚟越唔係。咁而最終喺呢個屋企裏邊呢，係得唔到爸爸嘅接納，甚至乎爸爸會係覺得佢冇用，佢丟咗屋企架，於是趕咗佢出街。咁趕咗出街之後，只有家姐同埋媽媽咧，係暗地裏咧係可以接濟佢。咁而佢亦都有一啲天賦就係畫畫嘅，咁所以佢亦都喺一啲香港嘅露天嘅地方，譬如尖沙咀嘅行人嘅專用區啦，或者其他嘅地方啦，或者碼頭附近咧就擺檔咁去畫素描。咁其實畫可能畫得唔錯，但係喺香港大家都知道有食環署，有好多唔同嘅政府單位會走嚟趕你走嘅。咁越嚟越發現自己連一個擺低個架畫畫嘅一個空間都冇，咁於是開始越嚟越發現，咦，到底我喺呢個世界上面，我仲有啲乜嘢嘅存在價值？又或者喺呢個世界上面，仲有乜嘢人可以好好咁樣關心我，令到我覺得我存在係有意義、有價值嘅咧？咁喺一個偶然嘅機會裏，佢識咗另外一個男主角阿輝。阿輝本身就係喺一個叫做家暴嘅家庭裏邊長大，咁啊到好後期佢嘅爸爸臨死前先出現，就係由袁富豪飾演嘅爸爸。爸爸其實就係一個幾變態嘅性家暴嘅人嚟嘅，亦即係話阿輝從小就係喺屋企裏邊係俾爸爸有性虐待佢。而呢個狀況一路持續到好大，阿輝自己嘅心理上面都係唔平衡嘅，於是14歲就決定離開屋企，咁自己揾食，咁亦都係有阿媽偶然嘅照顧，但係阿媽喺呢一個咁樣嘅婚姻狀況裏邊，亦都係活得唔快樂，於是經常係吸毒啦，然之後都自己唔知自己去咗邊啦，咁維持住一個叫做好斷斷續續嘅關係。咁及至到阿輝長大啦，佢有好多行業都做過啦，本身係一個好單純嘅人，咁但係一次嘅機會，佢覺得有一個朋友佢唔錯嘅，佢借咗啲錢俾佢，但係佢發現呢個錢呢個人唔單止唔還錢，仲好惡咁樣話翻佢轉頭。咁於是咧，佢發覺原來喺呢個世界上面，唔單止喺屋企係冇咗一個尊嚴，冇咗一個價值，甚至乎係備受傷害。原來喺人際關係上邊，好想透過錢可以維繫住一啲基本嘅朋友，原來都唔得嘅，甚至乎遇咗一啲叫做大聲夾惡嘅朋友添。咁都要生存噶。咁阿輝做過好多唔同嘅行業，咁最終佢揾咗一個茶餐廳，人工好低，咁但係都可以勉強做落去。但係茶餐廳嘅老細亦都對佢係非常之冷言冷語，令到佢好難受嘅。咁終於有個機會，兩個人走埋一齊，咁住喺一個劏房裏邊。咁兩個人承受緊成個社會嘅壓力越嚟越大，越嚟越覺得自己都唔知係乜嘢。兩個人都曾經經歷過，最開始我哋乜嘢都唔係，但係好想話俾大家知，我哋又係啲乜嘢，又係乜嘢人，自己嘅生存嘅意義價值其實係有嘅，但係發現好似不被認同。咁於是兩個人再落嚟嘅遭遇係越嚟越唔正面啦，越嚟越唔愉快啦，心靈上面嘅創傷係越嚟越嚴重。咁但係佢哋會開始有個唔同嘅諗法，就係
點解我對呢個社會係冇傷害？點解我哋仍然係好想為呢個社會貢獻嘅時候，社會用一個咁歧視嘅態度去看待我哋呢？咁於是一種好強烈嘅反報復嘅心理出現啦，即係話呢個世界所有周圍嘅人，哪怕係唔識都好，好有可能都帶住一樣好奇怪、好奇異嘅眼光，甚至乎歧視嘅眼光望住我哋。於是，兩個人有一個好奇怪，甚至乎係好得人驚嘅諗法。咁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喺國內啦，喺台灣啦，都有好多呢啲叫做係無差別殺人事件。咁啊喺中國大陸就統稱為叫做張獻忠事件咧。張獻忠大家都知道係明朝一個官，咁但係到最後佢為咗保住自己所有嘅基本價值或者佢應該有嘅財產都好似唔得嘅時候，佢透過一種無差別嘅殺人方式咁去維護自己嘅權益。咁所以喺中國大陸統稱呢啲冇差別傷害人殺人嘅事件叫做張獻忠事件。喺台灣大家都知道，好幾年前喺地鐵裏邊係鄭捷啦，無差別咁樣殺咗好多人啦。咁舊年亦都喺台灣嘅即係中山地下街嗰度，亦都發生一件好類似嘅事件，都係幾得人驚嘅。咁點解個社會會變成咁樣咧？咁大家都睇到喺阿輝同阿葉 Kit 兩個人住嘅劏房嘅門上邊寫咗句說話，就係話當一個雪花跌落嚟嘅時候所有嘅後邊嘅雪花都唔可能係冇責任嘅，亦即係話佢哋開始覺得我哋兩個人變成咗好似乜嘢都唔係嘅時候，要死嘅時候，佢哋覺得唔係淨係佢哋嘅責任，係整個社會一係就好冷待佢哋，一係咧就對佢哋係好歧視，甚至乎喺係邊緣佢哋，令到佢哋一啲生存都個空間都冇，所以佢哋會覺得要起碼一班人陪住佢哋一齊死，所以佢哋決定咧係拎住一個好類似係一啲人哋工地裏邊用嘅一啲氣樽吓。咁透過點火就會引爆，而引爆嘅時候咧，咁就會令到成個巴士係燒着嘅。咁所以其實翻去大家喺下邊個識多啲好啲嘅部分，睇到我俾大家一條YouTube 嘅片介紹呢出戲嘅時候，呢出戲一開始就係講緊喺香港鬧市，無端端有一架雙層巴士嘣爆炸。咁成出戲就講緊一個前法證專家譚耀文，佢不斷咁查，抽絲剝繭，最後係發現原來就係兩個同性戀者對世界嘅不滿而發動一個咁樣嘅攬炒式嘅自殺。咁大家都睇到喺裏邊，我哋揭示到一樣嘢就係所有嘅人我哋所承受嘅壓力，最開始嘅時候都係一啲我哋叫做微嘅壓力，好少嘅。咁但係當呢啲壓力一路累積落去嘅時候，咁越嚟越龐大，嘅時候，一啲心理學家，甚至乎係加埋腦神經科學家，佢哋認為，當嗰個累積係去到人仍然係可以撐得住嘅時候咧，咁佢可以釋放一啲正面嘅多巴胺出嚟，而又可以令到我哋人咧係引發咗一個韌性咧。去對待壓力嘅。與此同時，原來喺呢個過程當中，又可以令到我哋嘅腦裏邊產生一啲創意，去解決當前嘅困難。咁但係話俾大家知，如果呢啲壓力係逐漸增強，而喺過程當中冇一個自我調適，冇呢前一出所講嘅談判專家，有人幫你梳理一下嘅時候，咁呢一種無窮無盡嘅壓力一路加疊上去嘅時候，最後變成咗一個好犀利嘅負面壓力，而呢個好負面嘅壓力就會產生個摧毀嘅作用，既係摧毀住自己，亦都可能同時摧毀人。咁所以各位朋友嚟到呢一度嘅時候，
值得同我哋一齊好好咁反思。我哋每一個人都嚟自家庭，嚟自我哋唔同嘅人際生活圈子。或者可能我哋會話家我哋冇得揀，但係你點樣去面對呢個家嘅不是，呢個家裏邊嘅壓力，甚至乎呢個家嘅創傷。今時今日喺澳門，我哋多咗好多機構可以幫大家嘅。唔好將呢啲嘢全部擺喺個心裏邊，直至到有一日搞唔掂爆出嚟嘅時候，其實對自己對個社會都係唔好嘅。咁所以談判專家呢一出戲提醒我哋，原來一種善意嘅談判，或許可以令到某一啲可能好龐大嘅危機係可以拆解嘅。原來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同人哋建構一啲關係，將問題盡早帶出嚟，尋求協助，或者有一日嗰個壓力唔會逼爆到好似劉德華同埋佢太太喺談判專家呢出戲裏邊變成咗一個精神病人。咁或許大家都睇下，我哋每一日我哋都好忙咁工作，好忙咁讀書，無論喺邊一個我哋嘅生活嘅圈子裏邊，都遭遇到我哋意想不到嘅壓力同埋一啲尊嚴嘅受損，或者都應該每一日抽啲時間，好好咁樣俾自己調適，好好地同自己好好咁談判，亦都好好咁樣同其他嘅人相處，甚至乎搞唔掂去揾社工、揾諮商師，甚至乎揾唔同嘅方式，又或者係精神科醫生，都係一啲辦法幫我哋去處理。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好好咁樣幫佢哋自己做一個診斷。到今時今日，我哋嘅壓力又去到邊度？係咪仍然係一個可以幫到我成長嘅壓力，定係呢個壓力已經接近爆煲？喺咁嘅情況底下，做咗一個診斷，或許可以係一個出路嘅。咁今日我哋嘅節目先到呢度先啦。下邊有一啲短片啊，同埋有一啲文章都值得大家去睇，幫大家梳理一下，到底喺每一日我哋都備受尊嚴嘅考驗同埋剝削嘅時候，我哋有啲咩出路呢？好啦，歡迎大家喺節目下邊可以留言啦，同我互動啦。咁我哋下一次嘅節目係職場 ABC 學堂，我哋再同大家見面。好，再見。